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到嚟我哋嘅新聞頻道。今日係2026年4月9號。今日好不幸要同大家分享一宗令人心痛嘅交通意外。就喺尋日4月8號嘅晚上，新界新田公路喺1小時裡面發生咗2宗嘅車禍，而當中牽涉咗8輛車輛，最少17人受傷，當中一名更加係專線小巴嘅司機，佢被困車頭，最後送院之後證實不治。就喺尋日4月8號嘅晚上，竟然一連發生咗2宗嘅車禍。呢一單新聞一出，相信好多住喺新界北區嘅朋友都會覺得後怕。接下嚟我哋會一齊睇下成件事情係點樣發生，同時間亦都會一齊研究下背後有冇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去深思。成件事情發生喺尋日4月8號嘅晚上，首宗意外大概就喺10點16分嘅時間發生，喺新田公路往上水嘅方向，接近竹園村嘅對開，有一輛嘅的士同2輛嘅私家車先後相撞，造成咗8人嘅輕傷，當中包括咗的士司機同埋乘客，現場需要清理，造成咗交通嘅擠塞，當時嘅車龍長達700米。而大約去到45分鐘之後，即係晚上嘅11點左右，一輛44A 線嘅專線小巴沿住同一個方向駛至嘅時候，就懷疑收掣不切，猛力咁樣撞向咗前方因為首宗意外而停低嘅車龍尾。而呢一撞好型，小巴嘅車頭嚴重變形，佢撞向咗2輛前方嘅貨車同埋右邊線嘅貨車，之後更加再連環串燒咁樣撞到另外2輛嘅汽車，當中包括咗一輛7人車同埋客貨車，而小巴司機則被困喺嚴重變形嘅車頭裏面。消防員趕到，隨即將佢救出，但係佢已經昏迷。喺送院搶救之後，延至去到晚上11點39分證實不治。除咗司機之外，現場大概仲有9個人受傷，而大多數都係小巴上面嘅乘客，而佢哋都保持清醒。呢2宗意外合共至少17人受傷，當中牽涉咗8輛嘅汽車。警方亦正調查緊事情嘅起因。而呢一單新聞其實有幾個重要嘅時間線同埋細節。首先就係首宗意外引發嘅連鎖反應，的士同埋私家車嘅相撞雖然只係輕傷，但係處理現場嘅期間造成咗長車龍，變相成為咗第2宗意外嘅導火線。而第二就係小巴嘅撞擊力度大，小巴嘅車頭嚴重變形，司機被困，反映出當時嘅撞擊速度其實唔低。而警方暫時就係話小巴司機係因為收掣唔切，所以導致意外發生。但係事實上係咪因為車龍嘅突然出現，或者係當時路面上嘅情況、司機疲勞嘅等等因素，咁我哋就要等進一步嘅調查。而第三就係傷亡集中喺第2宗裡面，首宗其實8人受傷，但係都係輕傷。而喺第2宗裡面就有1死再加9傷，顯示出喺高速公路上面嘅連環相撞嘅危險性。而呢一單新聞最值得我哋關注嘅地方就係，因為新田公路係新界北區嘅主要幹道，佢嘅限速高達100公里每小時，車流非常之大，貨車、小巴同埋私家車混雜，所以一旦出事，好容易就變成串燒。所以今次意外喺1小時裡面2宗，釀死1死多傷嘅意外，正正係提醒我哋防患於未然嘅重要性。而如果我哋再深層次咁樣去睇，其實呢一種嘅連環車案，正正係反映出幾個社會嘅問題。首先就係目前嘅高速公路上面嘅車龍管理係咪足夠？喺第1宗意外發生之後，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可以更加快咁樣去清理現場，可以更加妥善咁樣提醒後方嘅車輛，而去避免第2宗。第二就係小巴司機嘅工作壓力。
專線小巴司機經常都要趕時間，同埋輪班好長。而疲勞駕駛係唔係當中嘅隱形殺手呢？而第三就係道路安全嘅意識。事實上，好多司機喺高速公路上面都係跟車太貼，所以一旦如果前面有事，佢哋好容易就會收掣唔切。所以呢一單新聞正正係提醒緊我哋都要時刻去回想自己有冇保持安全嘅駕駛距離，有冇檢齊車輛同埋剎車系統，同埋可唔可以避免疲勞駕駛。因為喺高速公路上面，任何一次嘅意外，我哋都嫌多。為咗等大家可以更加了解，我亦調查咗新田公路相關嘅背景資料。其實新田公路喺過往曾經都發生過嚴重嘅車禍，例如喺2016年嘅12月，一宗3車相撞，釀成咗42人受傷。去到2017年，亦有直通巴士同埋貨車相撞，造成咗奪命嘅意外。呢一條公路，貨車多，限速亦高，連環相撞嘅風險其實係一直存在。而根據翻過往嘅報導，類似首宗意外引發車龍，再引發第二宗嘅模式，其實並唔係第一次出現，而正正反映出交通部門或者佢哋需要再去加強翻車龍嘅警示系統，同埋要去更新佢哋嘅清路機制。當意外發生嘅時候，可以更加快速咁樣處理意外，避免進一步嘅惡化。總括而言，其實呢一單新田公路裡面嘅2宗車禍，係再一次敲響咗我哋對於道路安全嘅警鐘。一條人命就喺一晚裡面咁樣離開咗，而背後係一個家庭長久嘅傷痛。我哋作為司機或者係乘客，其實都應該多一分小心，少一分僥倖。去到尾聲，唔知各位聽眾又點樣睇呢一宗意外？如果你有任何嘅睇法，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而今日嘅影片暫時去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嘅新聞分析同埋分享，咁記得要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一個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